就是上广播节目嘛，他最后的一个结尾是说，他这次会出来选，是因为就是要证明台湾不是一言堂，高雄不是绿到处之。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因为高雄人并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他这样讲会不会觉得太那个？我想，高雄当然不是一言堂啊，而且是百花齐放自由奔放的城市啊，充满了活力啊，所以李议员讲这句话我是非常遗憾啊。假如他说不是一言堂，那怎么会大港开唱？他要做内容的实质审查，来遏制打压这个年轻人的流行文化跟自由的一个思想。那假如高雄不是一言堂，那为什么当我们在声援香港的反送中来保障民主法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李议员？那甚至他的言论是跟韩市长都一样，跟韩市长的风呢那更何况这个，我想假如这个高雄是一言堂的话，怎么会给韩市长机会呢？怎么会在6月又罢免韩国瑜呢？所以证明高雄是一个民主多元奔放的一个城市选民会给你机会那做不好，选民也会用选票来结束，或者是用选票来罢免你这个就是民主可贵的一个地方所以人民才是 OK 那李议员应该要知道说过去在6月6号投票代表的一个意义那假如又跟着这个韩市长的政策或者是主张那我想这个市民在未来城市发展能够朝向一个自由多元的城市的过程里面，我想市民自然就会有评价。2号李正，阳光经济，高雄嘉兴，谢谢。